国际消息来看，即马以哈冲突已经有新的进度。以色列是来宣布，伫庆战当中，甲哈马斯的领袖，也就是辛瓦甲断死。这个辛瓦，互人认定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停火上大的阻碍。研究员是讲，这个辛瓦死亡有可能会为这场冲突找到出口，也毋过哈马斯嘛有可能因为受气，落尾转台临一毒枭。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坐伫野顶，规身躯拢是用野，面部为金炸条，手的伤势真严重，正手提棍啊，对无人机是一直弹咧反抗，但是无弹着。这是辛瓦死前上尾的画面。以色列的士兵伫加沙的南部拉法的庆镇内面，甲辛瓦弹死。若要是透过气口的记录、砖头文和 DNA 比对，确认死亡的人都是辛瓦本人。辛瓦伫1962年出生伫加沙走廊南部干尤尼斯的难民营，伊接替伫7月底互以色列暗杀死亡的哈尼亚，被作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瓦对任何和以色列合作的人，都会采取粗鲁的暴力，嘛互以色列叫做是邪恶的面，佮有对干尤尼斯来的台底的。辛瓦伫以色列坐监24天，期间目严重头痛，互以色列的医师手术甲救倒来，而且伫2011年的换犯人活动内面放放倒来，咱来到加沙继续投入哈马斯的活动。2015年，互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列作是恐怖分子，佮7月2023年10月初7对以色列越境的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7向哈马斯来发话，强调讲，只要因解除武装，而且把所有的人质放倒来，这场一冬瓜的战争就会当结束。但是到目前为止，哈马斯是拢无回应。Yahya Sinwar is dead. He was killed in Rafah by the brave soldiers of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While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war in Gaza,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纳坦雅胡讲，辛瓦和后壁是移动甲换的真主党领袖死亡，会互中东有和平的机会。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是表示讲，辛瓦的死亡，互看作是这个冲突的转机，有可能替即卖危机找到一个出口。Sinwar was very much an opponent and an obstacle to reaching a ceasefire deal that would release the remaining 101 hostages in exchange for either a temporary or a full cessation to the conflict in Gaza. Now that he's dead, new leadership might see the conflict in a different way an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hange course. There is also a real danger, though, that the shock factor for Hamas on the ground to have lost Sinwar could easily result in, I worry, execution of hostages as revenge. 辛瓦伫以色列坐监的期间是学会晓希伯来语，过去受访的时阵，伊捌用希伯来语呼吁以色列的民众，要求政府和哈马斯休战，嘛捌表达战争对所有的人拢无好处。伊讲到伫以色列坐监的经历的时阵，讲伊毋捌放放出来，只是换一个假角尔，用这向外界传达加沙居民的困境。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